失路。今仔日阿华讲要去民雄的中正大学行行咧，对德行交流道驶到门喙，内体仔是10分钟尔。凊彩找一搭有杂黄的架仔位，就趴车。盐甲会擦人肉的日头光金死死，好佳在还有不止仔头的风对树仔骹吹过来，毋过是烧的。行到要几发，脚才偏拢淡去，衫甲肉早就黏做伙，互人真袂爽快。对前看到一间店面咧卖串冰，足侪人伫咧门喙排列等咧等。毋过伫店内食的人客人啊，还有位通坐，谈着有冷气通吹，头家阁有量，坐到4点才结束。换讲要去大拿镇溜溜咧，真紧就到闹热的市区，凊彩找有所在就趴落来。照要去火车头的指示牌倒弯，随看到土地公庙，阁碰到派出所才正弯。涂骹是铺地砖的观光步道，双边拢是当咧做生意的店头，内底有一间卖臭豆腐甲面线羹的店仔。有写一块食臭豆腐请举号码牌，有真侪徛咧门喙等的。店口原来有桌仔椅仔通坐。阮先留一支38号的纸牌，阁叫一碗免叫号的面线羹，2个人公家食。推煞头家才咧画19号，一声有通等啊！真正15分钟后才轮到。正酥酥的臭豆腐有5块，逐块拢伫正中心挑工吐互破，放只特色的酱料伫内底。边仔阁有要互人客介味的泡菜，一捆仔就输了了。想要阁来一盘，头家讲卖完啊，钱立煞，天就暗来。路顶甲店窗的电火，甲街仔路照甲光影影。要行去火车头的半上路下，拄好喙焦，就我去卖凉水遐买2杯珍珠奶茶，哪啉哪踅即个青粉的庄脚街仔，搁正弯就看到火车头，涂骹有画真侪的停车格，嘛停无甜。阿华一支喙仔翘嘟嘟，讲早知来遮停就好啊。人拢嘛是互教出来的，太有出世就真巧的道理。遐有石椅仔，来遐坐凉一下。甲凉水淋煞，阿华出招来去转。这时刷骹行去车头前的果子仔搭，经2粒木瓜，哪行铺地砖的观光步道，哪海对派出所过。随碰着大路，阁来是正弯也是倒弯咧。顿地2-3秒，就凊彩经有一座绿桥的倒边行出去，行10桶粉，过几若个12路口，路草愈来愈青分。我念讲，袂暗下时敢若较好认路。天一个乌来，煞啥无粽通吹，是毋是来去派出所，叫警察甲咱报路？阿华才后脑仔讲，好是好。毋过迄阵也无甲路名记落来，是要安怎问咧？阁讲差不多20分钟，无张无弛看到一支挂烘鸭肉空绑的发财仔车趴伫12路口，我这时哀一声，找着啊！正正就伫较后壁的路边看现。若毋是讲真罕有有人咧路边卖鸭肉，拍车的时我有闪着。真正就毋知伫时才找会到。论真讲，要暗仔拗翕的担仔加路，手掼2粒木瓜，海我买1点钟久，心肝阁讲要找车，规个人强要记载袂牢。阿华讲，后过伫青云所在拍车，爱先甲路名记着，上无还有警察通问。庄脚的地头看到无几逝街仔，干啊茫无路通行，真正教一摆乖。行来去转，